1968年，美军伫咧云林县水南乡做7档的人工牛奶营养研究计划，嘛去一间当地人合作北京的营养工作站。纪录片导演李建成，就用5年的时间找出当事人家己资料，拍做纪录片，希望互更较侪人知影伫咧水南有这段过去。 营养工作站以前的工作人员，高当来当初工课的所在。虽然即马遮已经成做高校的图书馆，不过大家也是有真侪往事通讲。云林县水南乡20号暗时，伫水产人国小来放送这出有关这个工作站的纪录片。为着拍这纪录片，导演咱甲阮结连起来，阮的友情吼，是讲回忆拢搁倒转来，大家足欢喜的。这搭是真贫穷的乡村嘛，对吧？ 以前拢嘛是迄囡仔凊彩生生的嘛，徛咧迄产妇嘛爬起来裤仔底咧洗衫咧，照讲迄是影响足严重咧。这出纪录片讲1968年美国有提供牛奶粉予偏乡有心的人甲囡仔研究因健康变化的往事。导演开5档的时间，问下找当初伫工作站内底做工课的人，甚至阁去到美国找资料。导演表示，希望透过纪录片，互大家会当去关心伫咱生活的这片土地，是毋是有啥物历史等咧豆豆啊消息。是利用这边李建成导演翕这片再会啦白讲，互老师看，互囡仔看，因对这地方的历史较有了解。我感觉社区咱庄卡这个所在也有这件代志每一件代志嘛是拢同款，有人开始去关心这件代志，慢慢有一个发酵会出来。 利用这个纪录片这个因素互咱的乡亲过来看50年前咱水南是做啥物款豆咱来找回咱水南的文化资讯再回来北京这出纪录片，得到真侪国外纪录片奖项的肯定。导演表示，目前敢若会当透过一寡活动的机会来放送，会继续拍拼找资源，互这出伫台湾无记录、毋过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有机会伫电影院讲互大家知。记者林慧婷，云林报道。